国道1号中华路段有一个驾驶绕真紧，实在挡袂牢咯，就甲车停伫咧车道，走去护栏的外边放绕，结果人驶车驶到底，是紧急打档啊，差一点仔就甲冲落去。警方讲，甲车临时停伫咧车道，若是无放三角锥，上悬罚款3.6万。国道1号中华路段上外口这个辅助车道有一台车停咧，后壁的车有发现唔敢驶伤紧，我近一日看有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入车了，伫护栏边啊，伫遐伫小便。就真的蛮扯的。我今天时速是100，如果遇到我的反应时间说不定只有50公尺，我说不定会直接撞上去。更不是路肩啊，他这样子太危险了啊！他没有顾虑到自己，要顾虑到别人啊。人有三急，迄若不得已伫路边解放一个，抑过嘛袂当像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安尼，伫高速公路车路伫小便。加在当时有看到驾驶，就看到这台车冻点伫遐，有充分的时间会使呢放慢速度，而且同时倒边车道车流量真大，有真个大货车直接就咧驶过。这个驾驶讲当时若袂负动，若切过倒边，有可能和后壁的车去弄到。乘客下车解尿，非遇突发状况，勿车道中暂停。警方表示讲，伫国道的车路临时停车，大部分是车辆故障，而且爱伫后壁100公尺的所在放三角锥，提醒后壁的车驶较慢哩。因过像这位穿红衫的查甫人伫车道里小便，如果无放三角锥来警示，就可能引起连环的车祸。这个驾驶有可能会收到一张36000块的罚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